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英皇金融集團網上講座，我係英皇金業嘅高級業務經理劉建文 Raymond 啦。咁好開心啦，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對金價未來嘅睇法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繼續進賬嘅。咁尋日啦，7月21號啦，歐洲央行啦，議息會議宣布維持利率不變，保持負利率嘅狀態啦。咁黃金價格啦，亦都從3個星期嘅低位1310美元啦，咁展開一個反彈嘅。而事實上啦，咁2016年今年上半年啦，黃金嘅漲幅咧已經高達25%，係1974年以嚟啦表現最佳最好嘅半年。咁預期黃金價格嘅上漲行情啦，係有望將會繼續嘅。咁由於全球非常之多嘅市場啦，充滿一個不確定性啦，特別係自從6月23號英國脫歐以嚟啦，咁呢件黑天鵝事件啦。咁以嚟黃金價格更上漲超過8個百分點，咁全球包括美國、英國、德國啊、法國、澳大利亞、日本在內嘅國家啦，非常之多嘅國家啦嘅國債啦，處於一個負利率收益嘅狀態。咁美國聯儲局喺舊年12月加息以嚟啦，遲遲亦都冇採取進一步嘅行動啦。咁歐洲央行啊、瑞士央行同埋日本央行亦都相繼推出負利率嘅政策。咁刺激投資者持有黃金，現時咧環球金融市場啦動盪不休，咁負利率擴散，加上咧英國脫歐事件啦，引發全球市場嘅動盪啦，咁亦都引發黃金需求嘅上漲。喺過去呢個月，咁黃金價格亦最高亦都觸及1375美元，咁錄得係2014年3月以嚟嘅最高水平啦。咁隨住美國大選嘅臨近啦，咁美國聯儲局9月或者12月加息嘅可能性啦，亦都慢慢降低，甚至乎推遲加息嘅機會相當之高。咁推遲加息啦，亦都將有利黃金價格進一步上漲。咁再加上啦，美國大選嘅不確定性啦，亦都係提振黃金嘅重要因素之一。預期啦，金價將會上破1500美元水平。咁從古代到而家啦，咁黃金亦都係被當作一個經濟動盪時期儲蓄財富啊、平衡風險保值嘅手段啦。咁當全球央行實施一個低利率甚至乎負利率嘅情況，地緣政治嘅風險巨大風險嘅時候啦，咁黃金往往比以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一個吸引力嘅。咁未來相當長嘅時間啦。咁宏觀經濟嘅不確定性將會一直持續。咁最早其實今年年底有望其實上試1500美元每盎司嘅黃金價格，可以話啦黃金或者係開啟一個新一輪嘅牛市啦。咁投資者可以考慮下趁金價喺近期回落低位嘅時候啦，購入黃金，可以喺投資組合中啦配置5%至到20%嘅黃金，甚至可以係實物黃金啊，或者係現貨黃金啊。咁綜合上述嘅分析得出嘅結論啦，咁以避險資金嘅避險角度嚟睇啦，咁未來2年啦，英國脫歐程序啟動之後啦，全球經濟其實將會進入一個動盪嘅時期。咁國際金價咧國際黃金市場咧仍然會有大量嘅資金流入嘅趨勢，亦都會促使更加多嘅資金進入黃金市場。大家可以喺金價喺1325美元以下啦，分段入市買黃金嘅。咁預期金價今年內啦，今年下半年有望其實上破1500美元水平嘅。咁今日嘅分析到此為止啦。咁同樣希望大家可以喺黃金市場上有所斬獲，一本萬利嘅。咁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嘅話，亦都歡迎各位聯絡我啦。多謝各位。